啉茶啦，你来吼。一开始就通啉茶哦。是啊，敢会酸痛，我会甲你服务。哦，啉茶还佫掠零哦。掠零啊，嘿啊。哪会突然间对我遮好安尼？因为你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 VIP 之一，尔。嘿，所以你一定爱身体健康，心情爽快，好不好？你今仔日喙足甜的呢。是啊。你敢袂是最近要出国，爱我帮你照顾你的狗啊？这明显啊，无啦。是不是安尼？对无？无啦，因为呢，生命中吼有那种知音好友，又是贵人，你就是这款的人啊，VIP 啊，是不是？敢袂咱今仔主题要介绍 VIP？这。你讲到重点啊！咱今仔日来宾是真正 VIP。哦，咱来到咱城市是 VIP， 所以咱一定爱有保镖。保镖，咱请咱用保镖出来。哦，这最重要。欢迎注意哦，注意，来，哎呦，对，哎呦，哇，哎呦，不挂乌林的哇，你嫌社会无够哇，唔怎啊？是。身为一个称职的保镖，一定要有武器。武器，你是做啥物？哎哦，这是啥货？准备啊！嘿。哦，哇塞！头前有一个跳一个哦，哇塞！哦，VIP。迄个。哎呦！都讲位。哇，就搞了。加过来，加过来。因为 VIP 预线飞行嘛，最重要的。哪有其他的来宾无？这个敢若亮啊！啊啦，我就用心的呢。你这用心啊！我头都有练过。对，啊叫袂倒来，叫袂倒来尔。好啦。啊，今仔咱 VIP 上啦。好，咱的 VIP 哦，甲咱美丽的土地有关系，甲咱宝岛是有关系，甲佫最重要的推手保护的人。嘿啊，真正我尊敬的。你最尊敬，你嘛是西医的。我嘛熟悉伊的，是恁大家拢熟悉伊，全台湾拢熟悉伊。这厉害！来，甲伊介绍出来，控啥？大家好，我是控莎。今仔日呢，真正有最厉害的 VIP 来到现场啊！而且呢，今仔日要介绍2种动物，这2种动物嘛是阮全台湾拢知的 VIP 哦。咱来看一个影片。是毋是足高水哦？规个人咧游泳安尼。嘿，这2个动物啊，拢是阮台湾有官方认证过，就是有迄蓝勾勾的啦，认证过的 VIP。一个咧是台湾石虎，大家人应该有听过，无看过伊本人吼，足歹看到。另外一个咧是定代表阮台湾出国的。台湾的乌熊，这个台湾乌熊呢有真侪的故事，而且你今仔日要介绍的导览先生嘛真厉害哦！来，咱先来欢迎第1位导览先生，伊是9号妈妈陈丽婷。欢迎9号妈妈，你看，这9号，你感觉伊是9号还是猫啊？应该是鹿啊。喂，你看，哪有啦？我无点啊，这是9号，等下阮9号妈妈会甲大家介绍，到底真侪人讲，敢若亲像猫啊，嘛有真侪猫啊的动作啦、习性啦，吼，所以等下9号妈妈就要来甲大家介绍。因为细汉的时阵就真爱猫啊，所以咧大汉的时阵就想讲啊，咱台湾9号敢若用要绝种啊，所以就开始来做这保育的动作。等下就和妈妈好好介绍，请坐。好，我甲你讲，刷来啊，你毋是讲今仔有一个 VIP， 就是阮的导演，我的美嘉宾导演。欢迎。谢谢。今仔真正足歹甲
甲你安尼邀请来呢，真欢喜。所以今仔倒来拿，就要来甲大家介绍这乌熊来啊，伊就是乌熊啦。阮台湾乌熊啊，伊是其实导演用11年时间咧甲记录咧甲翕，用镜头要互大家看上水的台湾乌熊。所以等下呢，甲时间留互导演好好甲大家介绍。好，请坐。哇，有够无简单，有够无简单呢，才有法度请到这两位呢。哎，这两位拢是我无简单的，咱请伊来真正无简单。哪有人一生当中会开11年的时间来记录这个乌熊？对啊，因为我是记录台湾吼，啊，制作这台湾的探险的节目吼，到即马已经是30档啊嘛。对对。啊，定定拢是上山落海嘛，吼，啊是发现讲，阮台湾真正是宝岛啦，足侪题材使翕。是。啊，但是就是台湾乌熊吼，较生疏，吼啊，足神秘的嘛，所以迄个时阵我就一直想要来翕。哎。啊，就是联络迄个黄美秀老师，黄教授，啊，迄个1998年吼，拄为美国回来，来研究迄个台湾乌熊。啊，我去甲讲吼，讲要翕，啊，伊无爱发翕呢。啊，伊一直甲高程吼，差不多10档啊，到2008年，啊，较对伊去台湾4岁去翕台湾乌熊。啊，一直到2019年吼，就甲这乌熊的故事就变做一出电影，上大荧幕安尼，互大家分享安尼。啊是一直到今嘛吼，啊今年我拄啊接迄个台湾迄个熊保育协会理事长，到今嘛安尼。所以你翕11年当中，应该发生足侪精彩的故事，还是危险的故事。是啊，因为像伫山顶嘛，有时爱过溪啊，啊有迄峭壁断来嘛，啊拢爱跋沙啊。伫山顶常常嘛拄着落石啊，啊讲歹天的时阵落雨，迄水足大的，啊过溪安尼翕，啊翕翕的时阵吼，嘛是爱胆量真大安尼，因为遮大只对哦。因为我第一遍看到翕吼，伫我头前，因为老师有抓嘛，咁有个麻醉，啊但是有当时会扯起来，扯起来会甲你看到人伊嘛是，包了你嘴嘴讲起大只的熊还是细只的熊？嘛是大只的啊，有公的有母的，啊，有公的吼嘛是100几公斤，足大只。迄若扒着真正戆。哦，迄扒着就真惨啊。啊，这边是酒后妈妈。对啊。哎，浩子哥，哈，咱等咱的酒后妈妈，就咱的海大男先生，已经排队3季啊。3季才等着你，哎呦，就无用诶，无啦。所以你关心这个石虎做这个保育的这个工作做几档？我为嘛是1998年开始就想要找石虎，28档。啊，毋过我伫个2004年较翕到第1张的石虎的相片，所以经过6档安尼。哦。啊，到即马拄好差不多20档。20档。啊，迄是啥物因缘？互你想讲，我想要来关心伊，为因来付出。因为我足介意猫仔，从细汉吼，我讲个个年岁差足济，啊细汉时阵就敢若猫仔伫咧厝里，甲我做伴。啊慢慢大汉了，开始想要做保育，我就去动物园照顾迄个动物嘛吼。啊我迄阵去照顾的嘛是，一寡猫科动物，像迄个靶。啊，都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啊，不过我有感觉讲，敢若做动物园的照顾，就是对保育来讲无啥有够。我一定要对台湾有一寡保育的贡献。迄阵云豹已经无资料啊，大家拢感觉讲已经无去啊，啊，所以敢若剩石虎，所以我就开始做石虎的研究。哇，足甘心的。你有看过石虎无？我是要着看石，我是拢看石头啦。我有拄过嘛？你有拄过？有来哦。无。在苗栗，我去拍伊的时候，结果伊是出车祸，迄个石虎是出车祸。因为我咧看，我本体想讲，是毋是弄着猫啊，还是啥？奇怪，因为照你讲，弄着猫啊是清洁大队来，迄毋是，迄届毋是，迄届敢若是环保的。哦，环保。对，啊，我讲，是弄着啥？啊，去看，石虎，对。啊，迄阵对啊，所以伊拢定定弄着，人才会叫伊讲石虎不开车。对，对嘛，是不是安尼保护伊石虎不开车嘛？对，咱今仔日就互阮石虎不开车妈妈先来，欢迎石虎妈妈。
石好的叶仔才有2条白色的，足清楚的。这就是阮的自动相机翕到的。你会感觉嘿对，甲猫仔同款对无？大细只嘛差不多，伊的耳仔后壁有2块白色的。石好其实拄着足侪危险的，伫个台湾的数量介少啊，差不多500到600只。真少对。对，伊要为这边去到遐，伊就爱过车路，所以就弄死。一档拢有差不多30几只的石好是叫车弄死。去年啊，还有得要到50只。这是1/10呢。 500只呢。 500只。真的呢，1/10。欢迎小浩啊！大家好，我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陈美婷。我今日要来给大家介绍台湾上美的动物，叫做石虎。哎嘿，好，头我拢问过吼，有个人可能有看过，有个人嘛无看过。毋过因为足侪人拢会甲石虎当做猫仔，还是甲猫仔当做石虎。为虾米？石虎的大细只甲猫仔差不多大。嘛是因为安尼，足侪人会伫咧山顶看到石虎的时阵，感觉我是毋是看到一只猫仔？毋过其实毋是。咱台湾诶，足侪人有饲猫仔对无？恁在座敢有人饲猫仔？我有2只。哦，阮兜有4只。哇！好，恁有听过叫做虎斑猫的无？有啊，就是虎斑吼。是啊。所以顾名思义，虎斑应该身躯的花纹一条一条，虎的花纹是一条一条。结果石虎咧，石虎其实伊的英文叫做豹猫，爸的花草是安怎？一搭一搭，一块一块，吼好，所以即摆看就是石虎的一个特征，就是伊身躯顶悬是一块一块，所以甲虎斑鸟无共款。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石虎的头前才有叶仔才有2条白色的，是这2条哦，是足重的特征。这哦，嘿，2条白色的，足清楚的，这嘛是另外一个特征。第3个特征就是伊的耳仔后壁有2块白色的，白色的，就这2块，是。第4个无共款，就是尾仔的部分。像若阵有较熟悉猫仔、虎斑猫的，会知影讲，伊的尾溜是一节一节，一空一空。毋过石虎毋是哦，石虎伊的尾仔其实是一点一点，就甲伊的身躯共款。对，好，所以下一张。这是阮第2004年的时阵，我第1届翕到石虎的相片，第1张哦。我迄阵看到的时阵，足兴奋的。足欢喜的。对，阮伫个山顶其实平时是看袂到石虎的，你一定爱用一种设备叫做自动照相机。动物经过，伊就会家己翕相。即马石虎其实伫个台湾的数量介少啊，大概要看嘛，即马台湾有几只石虎？ 2万，我嘛是要用2万的。无遐济，无遐济。 2万都无叫少哦。1万。万哦。爱搁较减的，搁较减的。8000。搁较减的。7000。5000。所以表示讲，大家拢感觉讲，你的8000就已经足少啊。毋过其实毋是哦，全台湾的石虎即马评估起来差不多500到600只。真少对。对，甲小朋友介绍。 全学校的小朋友可能拢比台湾的石虎搁较济。哇！嘿，因为伊少嘛，伊即马敢住伫个台湾的苗栗、台中、甲南投，这三区有迄个较稳定的数量伫个遐尔。所以后一张，这是石虎对无吼？阮其实伊有一个足特别的名叫做浅山的精灵。 为虾米安尼讲？因为伊主要住伫个浅山啊，毋是住伫个深山。我过去较早期咧做研究时，我拢掠准伊住伫个深山，深山，所以我做几若档的研究拢无找着伊。一直到2004年，我去苗栗，较开始第1张翕到石虎，足水的，咱来看一下影片的。好。哇！即摆看，这就是阮的自动相机翕到的。你会感觉对，甲猫仔共款对无？大细只嘛差不多。 有看到耳后白斑无？有。嘿，这只就是阮细只石虎，伊可能妈妈死去啊，走出来去互人发现，
所以去救伤，啊，阮就甲训练，啊去山顶，啊，所以伊去山顶看到溪，伊就开始佚佗啊。好，所以是咧佚佗还是咧掠鱼啊？正常来讲，石虎是会掠鱼啊，啊，毋过即只，因为伊迄阵还搁咧训练，伊年岁还搁介少的，就像咱咧teenager共款。所以你带去甲训练了，会搁甲带转去厝。阮其实是伫咧山顶起一间农舍，啊，互伊住伫咧遐，啊，有时间的时阵，我就带伊出去训练，吼，啊，慢慢伊伫遐愈来愈熟，了后，阮就开始甲放出去，啊，看他放出去嘛，袂使讲一届就甲放出去，万一枵死要安那，所以阮就放出去，啊，过几工啊，去甲找着伊，看伊是毋是有变瘦，啊是其实袂歹，若阵袂歹就表示讲伊其实掠了介好，吼，啊，若阵讲有变瘦，阮就互一寡物件，啊，去继续训练，啊，就慢慢啊循序渐进，互伊慢慢会当熟悉外口的环境，啊，会当伫咧外口开始家己独自生活。老师歹势，安尼伊会当活到几岁啊？阮看拢细只野生的吼，野生的其实像阮咧做研究的吼，其实活无介久，阮放出去几个月就死去的，甚至无到一冬就死去的。啊，当然嘛有几啊岁，啊，毋过若准是伫咧圈养环境的，吼，就是讲救伤了后，啊去迄个收容中心饲的，会当活超过10岁。所以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因为伫咧外口有足侪威胁。爱互伊死亡。像即只石虎叫做阿秋。阿秋就是阮永藏，我伫咧2007年的时阵，我第一届做无线电追踪的，嘿。啊，结果阮开始做研究的时阵，阮较知影讲，原来石虎其实拄着足侪危险的，像阿秋啊，恁要看卖啊，伊为鬼门关走过几届9摆。九命怪猫，对，他有受伤吼，3摆啊！你看伊的手吼，其实第一摆伊是迄个社区的人吼，去用针啊针着的。啊，阮甲说明了吼，因为伊的脚好啊，结果半年外了后，阮阁接到电话，社区人阁敲电话甲阮讲，我的针啊针着你的石虎，所以第2届为鬼门关过吼。治疗差不多2个多月，佮放出去，结果2礼拜，伊就死去啊。所以第3摆闯鬼门关，他就没有闯过去了。所以迄第3摆是因为什么原因？伊食到有毒的饵料，迄个胃内底有迄个好年冬农药，嘿，就是安尼死去的。好，下一张。啊，其实上大的威胁就是即个，因为因大个所在是青山，啊青山做者私有地，大家就会想讲啊，我的土地当做啥物货，所以伊会起厝，还是讲伊会开工业区、文化园区，所以其实对石虎来讲，也有足侪威胁。好，下一张。啊，咱头仔讲的，伊这开发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开发，你就爱起路，对无？所以伊要为这边去到遐，本来是拢无问题，结果即摆有路，伊就爱过车路，所以就会弄死。啊，阮为2011年开始吼，翕到知影第一案的迄个石虎的弄死的吼，到即摆平均起来差不多一冬拢有差不多30几只的石虎是去互车弄死的。去年啊，佫有得要到50只。所以你会想讲啊，500只的石虎呢？才500只呢，500只，真的呢，啊，佫有其他可能会死去的原因。所以其实对石虎来讲，伫咧青山生活实在是真正无简单。嘿，啊，所以大家若总看到即个牌啊，就爱记住，即个所在可能就是石虎会经过的所在。开较慢的，对啦。嘿，啊，有的人可能会感觉讲，石虎若总无去啊，对咱敢有啥物影响？这是一个青山的生态系，内底其实有足侪动物的。伊伫咧遮内底，伊食的物件会足侪吼。来，咱头仔讲啊，比如讲蛇，这就是石虎会食的物件。啊，蛇食啥？鸟鼠，啊，鸟鼠可能会食一寡虫，还是食一寡草啊，吼。啊，其实石虎敢会食鸟鼠？伊嘛会食鸟鼠，伊嘛会食鸟啊。伊甚至嘛会食一寡虫，所以伫咧一个生态系内底，石虎是伫咧上顶悬的一个角色。石虎嘛无去，对鸟鼠来讲嘛是有影响，对伊食的物件来讲都有影响。啊，若种鸟鼠上变较济，大家就用足济鸟鼠药啊，还是用农药。
啊，但是对咱来讲是毋是都有影响？对。吼，所以其实咱希望的就是就好卖消息，互规个生态系当平衡。好，后一张就是这是就是针啊，即马市面上已经袂当卖针啊，啊，毋过像这就是吊索。山猪吊。山猪吊，啊，这是足早期的哦，这是伊足传统的原住民因咧用的物件，其实无介简单用，啊，伊主要就是有一个孔啊，套伫咧涂骹了后，动物若准打着，爱着空起来，啊，这边会吊一支迄个，比如讲手机，啊，所以然后吸了后，结果伊就吊伫遐，伊就死去啊。啊，即马虽然真啊已经无咧卖啊，啊，毋过外口即马网络顶悬，啊，佫有足侪咧卖。所谓的吊子，山猪吊，所以其实足侪动物因为安尼就受伤，啊，就好，即个就是阿秋迄阵受伤的时阵相片，对，好，啊，后一张，因为安尼，所以阮就想讲啊，免啊，甲就好斗3工，所以呢，阮就想讲啊，若准卖互遐就好会有机会去食着鸡仔，因住伫遐的人伊就袂因为安尼受气，所以阮就找足侪志工啊去做募资，哦，有人会捐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来帮因起鸡舍。啊，除了这以外，其实还佫有一个工课，就是譬如讲，社区的人因咧种田，因会放农药，还是放除草剂，所以阮就找志工去帮社区的遐农民铺草，啊，互因会当讲。会当去做友善农作的农作物安尼，伊就会当减用一寡农药，还是除草剂。石虎最近这几冬来拄到另外一个威胁，就是流浪猫狗的问题。哦。啊，咱厝里的饲的猫啊、甲狗啊，其实咱拢希望伊是住在厝里，对无？毋过有足侪人伊是饲的无爱饲，伊就甲放掉弃养，啊是甚至讲伫咧住在山区的人，伊会。饲，毋过伊拢无咧管，无咧管诶，就放出去。啊，遮伫咧外口诶流浪猫狗，其实对足侪野生动物是有影响诶，尤其像石虎嘛是受影响。吼，所以其实今仔日甲大家介绍诶就是石虎。好，谢谢。哇！啊，老师吼，遮尔济当做遮尔济代志，但是嘛是个。全台嘛，敢若500只呢，所以这石虎这个数量，你要维持足难的。所以这大家做伙来拍拼。做伙来啊！啊，佫有开车伫咧山区开车，慢慢开，你家己嘛安全，石虎嘛安全。我足久无看到你遮专心咧听，无后面讲话的，对啊，足感动嘞，尊敬。咱救三季才救来，大家做伙来拍拼咯啦，谢谢老师。阮的 VVVIP 嘛准备好啊！好，阮的麦德欢迎。欢迎。哎，你听。啊，这只是一只足古锥的啦，南安小熊。啊，这是现的收啊。这无可能是伊的收吧？伊的编辑。就咱甲编啊，家己用的啊。哇！啊，伊就无好自用的。我都会用的，都会用的。都会用会好啊，处理好哎。所谓防熊3宝。拢你啦！这个是防熊罐呐。你把几钱？你就甲转开就好啊。无。哪可能？无可能！你看边啊啦，边啊！你把恁3款啊，3只熊伫遐咧研究安尼。好，阮的麦德欢迎。欢迎。哎，你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乌云导演的嘉明吼。啊，今仔日要来导演的就是阮台湾 VIP 的动物，就是阮台湾乌云。乌云来咯！我先来看一下电视的吼。啊，大家爱认识阮台湾乌熊吼，先来了解全世界的熊啦。啊，即摆阮看伫阮展览馆内底吼，全世界即摆有8种熊啦。吼，啊，阮来看上。正平这吼，就是全世界上大只的，哦，就是北极熊，白熊嘛。
啊，上细只就这啦，啊，这是马来熊，马来熊。啊，大家会使约看卖啊，台湾乌熊伫倒？中啊，中，中是迄个第四第五，这就是咱台湾乌熊啦吼。啊，伊个上明显特征是胸前，对，吼有一个 V 字形的 V 嘛，迄白毛但是嘛吼。第三只嘛有，迄是圆领的。无共款。 V 领，啊，你也看尾领，那圆领，V领咱在台湾的。哎呦，对对对。因为这是算亚洲黑熊，亚洲黑熊啊，台湾乌熊是亚洲黑熊7种亚种之一啦，7种的之一，所以像日本啊、大陆啦，啊那是东南亚拢有乌熊，用一张。哦，咱来看阮台湾乌熊吼，真勇啊，佮古锥啦，啊当然伊头拄有讲嘛，伊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胸坎遮有黄白色的这种 V 字领，吼，吼啊，即摆看伊的片仔吼。 长长安尼嘛，啊像啥物动物？长长的，长啊！但是你有啊，做对，所以伊有另外一个名，高雄熊，真正假？高雄咧讲伊哦，是同款的，就是伊形那狗的安尼啦吼。啊，台湾乌熊的特征就是伊的规身躯的毛是乌色的嘛，吼，足明显。啊，伊的耳仔吼，圆圆，嘿，足古锥的。啊，但是目睭。 真细，嘿，真细蕊安尼，吼，吼啊！但是这伊细只时真正是足古锥的安尼。啊，大家有听过伊安怎叫无？哈，无听过。伊冇听过。叫的声音。诶，有小可声，我先来听看嘛。听看麦。听一下。乌熊安怎叫？是啥物声？就高声吼。 这是低啦，这是低，这是啦，低，这是低啦。这听起来咱咧玩家安尼。系啊，乌熊，因为阮伫山顶吼，定定爬山爬几60年拢无看过真正熊，但是有诶时阵会听到伊诶声音安尼。哦，有听声无看影。啊，你当作是山猪咧叫？无，其实迄声音无甲山猪无啥共。佫无啥共，无共，嘿。哦，啊，阮了解台湾乌熊吼，阮就来了解迄个。 伊差不多偌大只，头拄看白质上悬会使差不多3公尺。哦。啊，台湾乌熊是较细只啦，其实甲阮人差不多。哦，阮才会看嘛，若公的吼成年的熊，差不多170几安尼。哦。啊，若母的是差不多160几安尼。哦。啊，公的嘛较重啦，哦，会使到100几公斤。但是伊咧走吼，看起来伊行路慢慢啊行，但是伊走起来足紧。 哦，阮即摆看30-40公里，啊，你骑奥多摆。哎呦！诶，所以你若真正要走嘛是走袂赢伊。对。但是你走赢恁朋友就会使啊。我来看，对啊，即摆大家吼会使看一下吼，啊，这大家摇一下，这是啥物件？鸟仔树。鸟仔树，啊，搁无？一边层，蚊虫。嘿，哦，这吼，这毋是鸟仔树哦，嘿，这是熊的树啊。 安尼，伊嘛会做树啊，伊会做树，像这伫这较低海拔有足侪官网嘛，吼官网啊，伊会安尼编织，啊编织安尼一个碗呢，一个树，编织，嘿，就安尼甲编啊，就甲迄草安尼，哦编起来，家己用的啊，哇，啊伊就无耗子用的，倒去用的，可以用的，倒去用会好啊，处理好啊，哎，请困，请困。伊有时拢会伫遐歇困，啊若知讲这是熊做的，伫边啊你拢会。 捡到伊的便便啦，啊，内底有伊的毛，啊，检验就是，嘿，乌熊安尼，嘿，真正伊会变成诶，啊，但伊，嘿，啊，这个大家过来摇一下这啥？这应该是鸟树吧？这无可能是伊的树吧？伊树，熊毋是拢会爬树啊？但是伊足重呢，伊困咧遐，迄树挂在长去呢，长去啊，对无？这嘛是熊的树，细只熊，无一定啊，大只嘛是会啊。 啊，这树枝袂长去。伊伫涂骹会官网嘛，啊，若伫树仔顶，伊会编织迄树枝，啊，有迄叶啊，嘛是安尼，像咱一个碗安尼甲编起来。伫顶悬，伊拢会爬树仔食物件嘛，安尼可能伫顶悬较安全，啊，食了顺便歇困一下安尼。嘿，然后呢看一张。哦，真后爬树啊。这你翕的？嘿，伊是塌掉啊。对，啊，伊迄你看伊的鸟啊。 做来啊，伊爬树安足紧，
哦，所以拢有迄爪痕无，这拢翕的迄爪痕。这跟他翕的写真照呢？对啊，要摆拍，嘿，对啊。所以你若去山顶，你若看这树啊有这痕吼，哦，你知影讲哦，有来过安尼。啊，即马大家足关心的，拢会问讲啊，拄着翕要安怎？来，紧嘞，拄着翕要安怎？假死啊！假死啊，就生死啊呢！是啊，卖穿裤，卖穿裤，卖穿裤啊，卖叫骗着你咧穿裤。所以讲哇，僵尸对着僵尸不对啦，太。啊，阮即马就是讲拄着翕吼，就是有一个三不一样安尼吼，就是讲第一个讲卖看着翕足欢喜嘛，啊走翕相啦，啊多迄无安尼啦，无讲迄相着，啊第二头仔讲要假死无？无假死，假死，对啊，假死着生死啊，生死，因为伊啥物物件拢食。会死的动物嘛会食，哦，所以你若假死讲带好，拢毋免用啊，自助餐，伊就会使豆豆食。对啊，哦，所以阮袂使假死啦，吼，啊第三头仔看嘛，伊做啊爬树啊，所以你袂使甲伊比，伊速度足紧的，阮来咧翕伊咧爬树啊吼，哦，那飞安尼飞起哩，嘿，足紧的。但是人讲是要安怎吼，就一般阮若看到翕，就是你较安静的吼，点点安尼慢慢啊好摕安尼。慢慢离爱看，爱把手紧看伊，安尼摕。嘿，你着慢慢看，啊，伊若无话来，你就是慢慢啊离开安尼。慢慢摕。哦。嘿，我爬山30冬有看过一遍真正诶野生的翕，啊，但是伊看到我嘛是安尼戆戆安尼看，啊，伊嘛无走，我嘛无走。哇！对啊。你嘛无走，大家看了互相咧看安尼。大眼瞪小眼呢。对啊。但是迄只是较细只小熊啦，无见过世面。所以伊较袂惊，啊伊嘛是慢慢走，啊，阮去山顶嘛有迄行路吼，行迄北东关古道吼，安尼一个挖过都看到翕嘛。哎呦哇！啊，看到翕是安那，两边做伙走啊。哦，伊嘛惊，伊走啊，我嘛走啊，两个拢惊着。哦。但是阮就即马有这所谓防熊三宝，咱小帮手来看一下，嘿。有3项啦，讲即马伫野外会使。讲看这是啥秘密？防熊三宝，第一个就是铃仔嘛，这熊铃仔嘛，就是家兄通知讲，我伫遮啦，有人伫遮，啊伊听有声，可能会走安尼，这熊铃嘛。啊，就是打草惊蛇用，对，打草惊熊。啊，但是讲听讲即马日本的翕吼。足歹啦，讲无啥惊。对啊，我看到影片。对啊，讲你无咧惊呀。可能佮听着声讲哦，有人伫遐，我我搁要活落安尼啊。对啊。啊，但是台湾的形势是较胆小。这有效就对啊。可能有效。啊，伊若活来，我会使摕这个喷。哎，这不是喷的吧？对，这是迄个防熊喷雾。这喷的啊，喷的哦。这是啥物道理啊？防熊喷雾。伊迄有一个保险嘛，伊迄会使喷10公尺。哦。莫对我啦，你。哎啊，但是喷这吼爱细腻的。啊，方向会对，方向爱对，我咧喷喷到啊，迄现我都足欢喜讲哦，你家己先喷。你讲这个甲扭起来嘛？对，对吧？方向爱对啊，第二个是讲你。我这个方向对无？你喷遐，喷球啊，有迄做虾米哦？迄做。哦，真的呢，喷足远的呢。伊这做有效诶。有味吗？你会再去听看卖。哦。种杀虫剂的味，刚才在北医哦，啊味那愈来愈重啊，对啊，就是爱刺激啊，开始走啊。哦，有嘞，一开始是消毒，迄消毒水的味，啊，再来就是在做洗车美容的味，美容的味。阿莫尼亚，讲有樟脑丸，古早时就樟脑丸对。安尼伊就走去啊。对。安尼我讲这款爱走，这款这个是迄个防熊罐呐，防熊的罐啊。伊迄物件食物才会使放内底。你会当试看卖，敢会使你若改拍开吼，看等者领一个迄个礼品啊。啊，拍开。来，甲拍开看卖。你拍开看卖。你就甲装开就好啊。无。装开就好啊。无有色。啊！等。哪有可能？无可能！你来看边啊啦！倒位边啊？我即摆我就看无。伊迄就是甲小电落安尼泡开。小电落。这是鲁班锁呢吼。即摆恁3个啊，3只翕伫遐咧研究安尼。哦。安尼表示有效啊。对啊。表示啊，表示这真正有效啊。伊迄是只有一个卡榫嘛，安尼甲小试者。好贵，迄无好开呢。
哇，你这个打袂开诶！来啦！有拍对啊！哇！这是设计有效啦。厉害！哦，这是原来是安尼。这是咧防止啥物？鱼来食你的物件，就是讲你若去爬山吼，有迄食物件，甲放伫内底。伊的味较袂走出去。因为鱼若食过人的物件吼，伊的习惯，就会对伊无好，所以阮就是讲食物莫放伫内底，背包内底，还是讲放伫山屋内底，爱收好安尼啦。哦，足重要的。了解。原来是安尼哦。大家了解要安防熊，就尾也是看这老师因咧做乌鱼的研究的。这就是去。阮去花莲大分去掠鱼呢，掠着鱼上，这是黄老师黄美秀教授，伊研究黑熊的黑熊妈妈，这是兽医师，兽医，这是研究人员嘛，掠着鱼就是，最重要就是讲爱甲研究伊的体重啦、偌悬啦再来嘛是爱甲挂这卫星发报器安尼，搁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就陈老师头拄有讲嘛。看这鱼有受伤无？因为黄老师研究伊掠足侪鱼的嘛差一半拢有断手安尼。哦，一半呢？一半，伊第一遍掠15只，有差不多8只，拢毋是断掌，就是镜头断去。就像头拄迄个陈老师摕迄我要说迄种限制，伊迄钓，迄限制掠着伊会挣扎嘛，伊会肯家己夹，去夹断。就手就受伤嘛，所以即马台湾最严重就是除了车地破坏就是非法即种限制足侪，所以即马政府嘛咧推广有迄改良式的陷阱，改良下鱼若打着，较袂去互头着安尼。这发报器就即种了解伊讲，看讲伊会使走偌远，了解伊的动线，伊走的范围足大的，足大，就知影讲要安怎甲保育。即只是一只足古锥的啦，南安小熊伊就是胖去的啦，找无妈妈的，它迄个还袂长龄嘛，伊的名叫布尼啦，布尼，迄个时阵足细只，无法度独立生活，所以甲饲起来。阮先会使看一下影片哇，影片足古锥的，即只嘛是阮电影黑熊来上尾甲野放的时阵，ending 就是甲即只。weight差不多4公斤啊，一直甲饲到40公斤。即马就是讲像边仔一只鸡仔无，这本来是要甲训练要互拍拉的啊，要练习讲去掠野生动物安尼，结果变个好朋友安尼。伊袂甲食掉。对所以有一个外号叫熊麻子啦，熊麻子，鱼甲鸡啊，对，足古锥这大家拢足介意。鱼甲鸡啦，变熊麻子啊，迄个时嘛做一个玩偶，一只鱼甲一只鸡啊。哎呦。即马就是讲，要互民众了解讲台湾乌鱼的生态足重要。阮伫花莲的玉里。有一个台湾乌鱼教育馆，咱大家若有闲会使去遐参观，会使看内底一张，内底足侪迄展览展示，会使讲熟悉讲全世界的鱼，跟阮台湾的鱼，而且足侪迄知识拢伫内底若看会使去对面食一下臭豆腐玉里有名。迄间就是迄间臭豆腐的对面就是教育馆，今仔日讲会使介绍这。台湾乌鱼的生态上重要就是讲，所有民众甲政府爱大家来做伙来守护咱台湾乌鱼啦，甲伊的栖地互伊会使伫阮台湾搁活落知影台湾乌鱼即马差不多有几只？对啊，最再问一下。 500只，500甲石好啦，应该差不多啦，甲石好差不多啦，因为黄老师估计是差不多200到600只，无超过1000只啦。所以阮大家一定爱好好甲守护、甲保护安尼今日伫遮希望大家做伙拍拼，多谢。感谢各位，谢谢，拜托。真正爱拜托的，等下嘛有加分地。对啊，听拄则导演安尼讲伊讲掠8只，掠16只内底有8只，伊的骹拢是断去，啊无是断载，迄拢是咱人为的因素，互因受伤啊。你看内底，即马台湾剩500，内底有250只，伊拢手拢断去。对，一半咧。对，所以你若要放现钱的时阵
加伤挂，对无？你若去互打着的时阵，伊受伤咧。足痛的迄若是你的囡仔，你可能伊手安尼，你敢会唔甘？啊，搁有咱的财团，有当时啊，你要趁钱的时候，咱嘛想者，这个土地毋是干那咱人类尔，搁有足侪动物伫咧咱即块土地咧生长，对无？唔好干那想着钱。因嘛是咱即块土地足好的朋友，咱爱甲伊做伙谈遮共同的生活，安尼你讲好无？拜托。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好无？拜托。是啦，因为今仔日两种动物拢是阮的宝贝嘛，拢是阮台湾的宝，所以咧今仔两位老师嘛有带来加分的项目，要互大家更较熟悉阮两个宝贝哦。安尼，阮就来加分第一，请。来去。来来来，来。哇！哦。 9号的友善石虎标章，好，水果拢是健康的，无毒的，而且佫有这种的，嘿，对，感觉欢。第一个看到安尼咧，而且吼，你若买这吼，囡仔做四手也会足放心嘛。是啊，这是天然的，天然的四手啊上好。熊掌是生做安怎呢？看这个。哎呦，来哇，这真假？这是熊的便便呐。啊，对吼，即马伫网络。卖甲真好，是哦，热销哟，热销咧，大家这爱翕的晒就对啊。安尼，阮就来加分第一，请。来去。来。来。哇！哦，有物件食。哇，那是水果，水果。系啊，做希望的嘛。唔是，我只是想袂到讲伊这甲石虎有啥物关系啊？一定有，老师你讲。好，其实吼，阮头有讲过嘛，你若准伫咧田内底种的物件，不管是水果还是稻啊，你若准用足侪农药，还是除草剂，啊是毋是迄个药啊毒，伊拢会伫咧土地内底。爱发出来的物件，比如讲水果还是稻啊，就会甲鸟鼠还是鸟啊偷死，啊甚至讲是伫咧腹肚内底啊。等石虎去食着了后，伊就去互偷死啊！所以，阮就开始想讲，会当替石虎做啥物代志，去推所谓的友善环境农作、友善石虎农作。你即马看到这些水果，拢是伫咧有石虎的所在，伊的栖地内底的农民因种的物件，啊，而且因拢是无用农药，还是讲减用农药，啊，无用除草剂，一寡对环境好的行为内底。种出来的水果，啊，为着安尼，所以足侪介意石虎的人，伊就来买这农产品，要支持讲这农民，互因继续有动力，啊，伊就感觉讲，有人鼓励我，啊，我嘛会当活落去，所以因就继续去种，安尼对环境好，对善的力量的循环，对啊，所以一定爱食。啊，这内底水果拢是阮合作的一寡农民，因种的物件。啊，所以大家会当食看卖。是价格嘛是，这是优格嘛吼，啊内底水果拢是健康的，无毒的。其实，比如讲像即马上有名的，就是老鹰红豆伫咧家乐福，还是讲比如讲石虎山椒，吼伫咧南投，因就去。帮这些农民行销因的农产品，而且佫有这种的，像这啦，对，这是肝哟，嘿，对，感觉肝，真的用碰柑啊，无共呢。我会写做安尼，足像的呢，这是冻干哟，嘿，对。第一个看到安尼咧，而且吼，你若买这吼，囡仔做四手也会足放心啊。是啊，这是天然的，天然的四手也上好，最好最好。其实，比如讲，这农产品其实拢会搭一寡标章，比如讲，因为拢无用药啊。啥物哈？有一只石虎的哈。石虎的友善石虎标章，吼，啊像这有这做者迄个动物的爪子叫绿宝标章，是。啊，另外一种就是有机的，还是讲友善转作的，所以有机的啊，绿色保育，加友善食物。所以对人有机的，就是对大家拢看到讲啊，对我真好。是。啊，若准另外两种，就是对动物的环境真好。你看到这脚印，这嘛有脚印。这嘛有脚印。哇，这脚印，那这大的。对啊，我今仔看嘛，这是熊掌是生做安怎呢？看这个。哦。哎呦。啊这。这
甲手差不多啦，甲人的手较是重要是迄指甲来看啊，你会使看卖啊。哎呦，这指甲，哇，真啊，啊，再搁一个，哦，这是这是后卡吗？肩胛后骹，哦，真啊，开始看得出来。这后骹，吧。对，后骹较大啦，较长，对。啊，伊是五个镜头啊，前后拢是五个镜头啊。哦，所以伊在行路的时阵吼，甲猫狗啊无共款，伊是规个种吼，地中伫涂骹。哦。所以伊行过吼，先收起来。伊袂收，甲猫无共款，迄个袂收。所以伊若行过吼，伊个印哦足清楚。你若伫，这有够深的呢。有啊，足侪人有讲。有看到鱼嘛？有看到迄脚印嘛？啊，你若看那四个镜头啊，迄就毋是啊。哦，一定是五个。爱五个。而且头前佫有两个。这是啥物？大概会使要看嘛？这是啥？这看像啥？看啊金烧的皮。你有看到拉链无？啊，贵啊呐！这是。你同我讲物件。哦，这是鱼的便便呐。哇！啊？哎，这是晒。这也使。对，你莫看这呢，你即马这是吊饰的钥匙环这吼，即马伫网络卖甲真好，是啊，热销这就热销了对啊啦，即马买无呢？哦，这流行了对啊。大家这爱翕的晒就对啊。这便便吼，这足重要。像我甲黄老师去大分吼，伊逐工就是去晒呢，一个朴素呢。因为阮为伊的便便内底吼，你若拍开嘛，内底足侪物件，就知影讲啊伊食啥物物件。啊，即马。看伊上济就是拢植物的树脂、果子这种的80%、80%拢食素的。哦。对啊，熏的乌白糟对唔对？啊，伊就去到处亚种，所以这对阮的森林足重要。伊迄翕的种树啊。但是有的时阵嘛是，若有看到毛甲骨头，啊就知影伊有食肉。有食肉。迄味就较歹。这是乌形密码。对啊对啊。好来。咱恁的时阵要到啊。哎，我感觉装袂出来。叫咱恁的先是安尼，但是我都嘿。没有办法。这个安尼啦。哦，不要算啦。最好算的啦，无啥物难的啦。最好算的啦。好，大家拢投好啊。投好啊。投票结果到底是台湾乌鸫，还是台湾的石虎？一、两、三，请开票啊！拢石虎甲乌鸫拢足重要的，拢不要紧。啊，你遮投乌鸫吼？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讲，若乌鸫若低的，这山较是完整的。我感觉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肝的。我想讲，今仔有这款会当认识在乌鸫，我感觉就感动的。你是要爱考，要考？你要考啊你伤感动啊！你食迄感觉看去你就是要扫啊！你伫咧食，你懂？你投票就一直咧食。我其实算是弥补我心中的一个遗憾，就是迄天我去拍戏的时候，看到迄石虎出车祸安尼。啊，我嘛希望讲，即届无赢的卖导演，对。后届会当来讲三焦鱼啊！哦，一定啊！台湾你这个机会今日卖赢啦，搁来啦，对啦。我嘛是因为导演哦，伊的资源太济啊，袂当我赢，一定会输啦。伊三焦鱼的主题曲，请陈升唱，OS 叫500帮伊讲，哇塞，这个导演够天良，大家卖投导演，连刚的三焦鱼一定爱来，才要投。今仔日太感谢两位咧，谢谢。啊，观众朋友做伙来甲伊支持保护咱的土地，好不好？好。你若有厝边的故事，欢迎来海海大南先生报名讲互大家听。若是节目爱看哦，去台一台 YT 频道嘛会使看甲你爽哦。咱后集来相会，拜拜。拜拜。好食呀，晒。